即係20年前度啦，我係做燈飾生意㗎，有成嗯係最成喺灣仔度有成左環有成4間鋪㗎嘛。嗯我一次過執晒4間鋪，即係以前每一間都可能做6、7萬一個月。當個市場冧，可能同埋你知有嗰陣時揾得到嘅自然會投資啦，投資又失利。點解咧？我覺得電商有得搞咧，因為我太太做化妝品咧，佢成日都要揾好多同事係咁用個 WeChat 咧去揾嗰啲客，要唔要？要唔要？要唔要？咁我成日想，咁要咁煩嘅咩？唔係有啲程式可以 send 咗俾個客，或者係俾個客話佢由嗰度揾就可以買到個咩咁樣？咁麻煩咁嘛啲公司，我咁成日話佢。咁跟住見到你哋呢度咁樣啦，跟住我諗，咦？呢個簡而清喎，呢個。